到这个黄酸雨一直落，真侪菜着水伤，连带嘛影响到菜价来起价。像这个硬菜、番薯叶啊等等的叶啊菜类，起大约3成。苦瓜是为1斤40块起到90块，敏豆啊起到上限，为1公斤60块起到120块，实在是太贵咧。讲自助餐，拢甲敏豆啊换做菜豆。自助餐的头家伫灶骹无用咧炒中豆的菜色，不过详细看鼎内底原本要炒的应该是敏豆，因为介绍起价，头家已经用菜豆来取代。规家安尼咱买嘛，唔知无法度买啦，人家无落接受啊。买好啦吼，买好佫了钱啊。来到菜市啊，一细包敏豆要50块，一条菜瓜同款要50块，民众怨叹讲实在买袂起。喂，来，伤贵你啦？对，伤贵啦。难怪有时候下雨的话就上了两倍价，太多了，对啊。受梅雨方面影响，各山地菜色唔是浸水，就是受到水伤。敏豆对10公斤60块起到220块，苦瓜对40块起到90块，菜瓜对20块起到40块，拢翻倍。叶菜类平均起3成。苦瓜它也越了会容易烂，因为它也不耐水。空心菜、芥兰、地瓜叶那一类比较多。涨了大概多少？大概有3成以上。这场大雨影响菜市行情，果菜公司嘛烦恼陆续出现延迟性的灾损，菜价阁会继续起。到时阵民众想要食到好食的炒青菜、炒菜瓜或者是炒苦瓜，可能就要加开一寡钱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